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以上，请庄道生牧师来讲道。庄牧师是总会派来的退休牧师，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准备主来的日子，准备主来的日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面前，我们本是该死的罪人，但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与上帝你复合，而称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子。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赏赐，是我们应当感谢的。在你的面前，我们应该敬拜你，应该尊崇你，应该把你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是万神之王，大于众神。世上的神明都是虚假，都是人所造的，但是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现在我们在你的圣殿聚集，要敬拜你，领受从你来的话语，求你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用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从感恩节之后，代降节开始，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会都在准备要庆祝主耶稣降生的圣诞的节日。圣诞节这个节日，真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不只是信主的人在庆祝，连不信的人，他们也在庆祝。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都在庆祝。但是信与不信的人，在心理感觉上总有不同。信的人庆祝圣诞节，是因感受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人类新的生命与新的希望，也因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复合，被救赎，被称为义，有上帝儿子的名分。但不信主的人，他们心里只认为圣诞节这个日子跟其他的日子一样，是吃喝玩乐的日子，甚至是大家聚集在一起放纵情欲，甚至可以犯罪的日子。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罪不得赦免，不称为义，不被救赎，也不能称为上帝的儿子。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信的人得以进方舟得救，不信的人照样吃喝玩乐，但洪水来了，就把他们淹灭，他们就灭亡了。
然而，我们基督徒在庆祝圣诞节，欢迎主耶稣基督再次降生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新生命之外，我们也要盼望主来的日子，要为这个日子做好准备。主的降生是值得庆祝，因为他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但是主再来的日子也值得准备，值得庆祝，因为这件事虽是不幸的人所不知道的，但却是关乎万民的，也是关乎全世界人类的大事。马太福音第24章，全章就是记载关于这件事的一个记载。耶稣他在橄榄山上坐着，他的门徒进前来求他，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并向他们说了许多的兆头，就如打仗、饥荒、假基督、假先知、假弟兄的出现。如果他们能够行奇能大事，那么就会迷惑人了。”今日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主基督再来的日子，与基督徒为什么要做好准备及如何做准备的事情。首先，他再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准备？要等候，这是第1节到第5节的记载。因为主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是不确定，但却是必然的。在第1节到第3节当中，使徒保罗用2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首先，他说，主的日子来到，就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在第2节所说的。马太福音24章42节、43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也以这个作为例子。他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时辰是你们不能确定的，是你们不能知道的，但却是必会发生的。历代的基督徒也有许多的世人对主什么时候要再来，什么时候是世界的末日都非常的热心，非常的关心，甚至有人因着热切的盼望而加以推测，以致误人误己。约在20-30年之前，在菲律宾有一位传道人向基督徒来预测说，主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必定到来。他自己和一些信他的话的人，就把他们家产来卖了，要专心等候主的再来。可是主耶稣并不照着他所推测的日子来到，因此使那些基督徒大失所望，而那位自作聪明的传道人也失去了基督徒对他的信任。去年在11月、12月的时候，也有人
说照亚玛人的历法来计算，那么耶稣要在去年的12月21日来降临。12月21日就是世界的末日。可是事情有没有发生？这件事在各大报纸都有刊登，而且连续刊登。当这件事被登出来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庄牧师，你的看法如何？”我说：“那是不可信的，因为那是人的预测。难道上帝要照人的预测、照人的计划来做事情吗？人大于上帝吗？”因为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会来到。今天的经文第2节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话不是在形容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品德方面像贼一样，而是在说主的来到日子是不确定的，是我们不能预测的。从古至今，有谁能预知盗贼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要在哪家去偷东西？要是能够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到，那么今日台湾就不用家家户户做铁窗、做铁门来关自己，来预防盗贼了。所以圣经这里说，主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就是在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是难以预测的，也不是我们应该用心思去预测的。夜间是人最容易沉睡的时候，也是在告诉我们，是世人罪恶深重的时候，不警醒的时候。所以主提醒我们，你们要警醒，不要与世人一样同流合污。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却不是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所以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要在，就像夜间的贼一样。第2个例子说，主来的日子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旧约圣经也时常用妇人的惨难来象征患难和灾祸的来临。我们看诗篇48篇第6节，说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在以赛亚书13章8节也这样说，他们必惊慌、疼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因为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连如火焰。其他在以赛亚书21章3节，耶利米书31章21节、30章6节，还有何西阿书13章13节、米迦书4章10节也有同样的描述。今天
经文有2个重心，第一个重心就是主来的灾难是忽然临到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可见那日子的来到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的，是人想象不到的。就像10几年前，我们桃园的一个县长，他在夜间的时候，全家被盗贼把他杀死。这个县长，他住的是大楼，四周有围墙，他也有请这个守卫的人，也有佣人，也有养狗。他以为，他既然住在大楼里面，有围墙，有守卫，有佣人，又有狗，所以他大可放心，晚上可以安然睡觉。哪知在夜里被盗贼侵入，把他们全家连佣人连狗都杀死了。在前2年，有2个人开轿车，要从基隆到金山去找他们的朋友，哪知半路下起大雨来，他们在半路的时候就被从上掉下来的大石头压到他们的轿车。他们本是快乐出门，想不到却造成一生一死的生离死别的灾祸。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的怀胎的妇人一样，因为他们绝不能逃脱。这经文告诉我们，在主的日子来到之前，好像会有一段时间让人自以为是平安稳妥的情况，以致人自欺地以为已经平安稳妥了。可是灾难却会忽然临到他们，就如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这来到一样，会带给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说，人不能都挂无事牌，所以人平安的时候应当保持清醒谨慎的心来走路，来做事，来做人。第2个中心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是必然的，同时灾难临到也是必然的，是会发生的。就好像妇人怀了胎，到时候就必生产一样。但主来的日子对基督徒而言却是福分，因为他们那时要经验到救赎的末后部分，也就是身体的得赎。但对不信的人来说，却是灾祸的开始，因为他们要面对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既然如此，基督徒岂不应该趁着上主来到之前，努力做好准备的工作吗？接着，今天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基督徒应该在灵性信仰上
清醒，不应该沉睡。这是第6节、第7节告诉我们的。圣经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6节里这里所说的别人，就是指第4节、第5节所说的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旨意一无所知，对罪恶、痛苦的结局和上帝的愤怒麻痹，好像睡了的人一样，没有感觉。睡是完全的放松，没有防备的意思。对于危险敌人的加害，他们不知道防备，不知道预防，乃是放心安息，毫无危险的感觉。今天基督徒如果像睡了的人一样，在灵性上睡了，容易被魔鬼、被撒旦吞吃，是撒旦所要的目标。我们看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罪是贪爱世界、放纵、欢乐、厌乐的艺术。罪的人容易失去理性和意志力，如同酒驾容易造成自己和别人生命、家庭的破碎一样。罪也容易造成朋友翻脸成仇。在报纸上，我们常常会看到2个朋友去喝酒，结果几口黄汤下肚，就变成敌人，互相杀害。罪也会造成错误的决定。过去我所认识的一位长老，他就是因为酒醉，把自己的田地廉价卖给别人。当他清醒之后，他非常后悔。我告诉他，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喝酒，要酒醉呢？他说：悔之晚矣。撒旦也常借着物质的诱惑、罪的享乐，使人把可怕的罪恶看成美梦成真的实现，对灵命永死的危险看不清楚，对撒旦的试探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就如圣经士师记第14章到16章所记载，那但的勇士参孙一样，他虽然大有能力，能够把狮子杀死，能够杀死300只的狐狸，杀死许多的敌人，但却因为贪恋一位非利士人的女子的美色，最后就因为这个贪恋美色而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在灵性上沉睡，乃是要谨守警醒。那么接着，圣经再告诉我们，
主的日子来到，要怎么样做准备来等候他？首先，在圣经里面第8节到第9节当中告诉我们要配备信、爱和盼望。信、爱、望是一种属灵的兵器，可以保护基督徒的胸和头。基督徒属灵的征战上的兵器，不是聪明，不是手段或其他的东西，而是基督徒的品德。胸代表我们的心意，头代表我们的思想。在这个世代当中，基督徒所遭到的最厉害的征战，就是心意和思想上的征战。在教会外，有许多反对上帝的学说主张，使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容易来动摇。在教会内，也可能会有不法的事情发生，使我们对上帝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信、望、爱正是应付这些试探的兵器。信使我们在意念上坚定向上帝的心，爱使我们在感情上坚定向上帝的心，望使我们在思想上以天上的事为念。我们若要保守自己的心，当以信、爱做复兴镜，使我们能够选择从上帝来的，拒绝从撒旦来的。我们若要保护自己的思想，不成为世上的俘虏，就要以得救的盼望作为头盔，要时常思念一切有关永生的应许和荣耀。第二，就是要与主同活，这是第10节所说的。我们有句话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常与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常与喝酒的人做朋友，就会成为酒鬼；你常与赌博的人做朋友，就会成为赌鬼；你常与好色的人做朋友，就会成为色鬼。鱼与鸟不能同活，人与兽也不能同活，因为生命不同。同样的，人也不能与上帝同活，因为人的生命与上帝的生命不同。但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结果，使我们因他的死而得着上帝的生命，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同活。这是主他替我们死的目的。与主同活，就是在我们一切生活形式上，让主与我们一同有份。我们的衣食住行、职业、前途，所有的一切与主共有。我们当在一切的事上与主同心，与主同行，与主同在，使主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密友，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最后告诉我们要如何预备，就是要彼此劝勉，互相建立。这是第11节
所告诉我们的。圣经说：“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哥林多前书第5章15节这样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徒个人与主当与主同活，而所有为主而活的人，应当彼此劝慰，彼此勉励，互相联络，把个人与主同活的人的人生实际应用在教会的生活中，使教会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的团体。基督徒在一切的遭遇中，当用主再来的盼望来互相劝慰、互相建立，就是把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与品性的培养当作是一种属灵的工程，要互相用主的真道来建立起来，使人一进到教会中，就感觉到在主爱里的温暖，感受到主内弟兄姐妹在品德上的高尚美丽，认为基督徒真的是遵守主道的人，而不是耍嘴皮的人聚集在一起。教会是基督的教会，而不是人的教会。上个礼拜更新的那个小作品，有一位自称为贡丸老师的人，他见证说，他从17岁染到毒瘾，一直想把这个吸毒的事情戒掉，可是一戒再戒就戒不掉，最后他接触到教会，然后他被介绍到以福音为戒毒的一个晨曦会。他到那里的时候，教会的人告诉他，要戒毒，只要耶稣就可以。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快要昏倒，因为他过去用尽一切的方法要把这个吸毒戒掉，就戒不掉。可是当他在那里慢慢接受福音，接受主的话，主的话就把他改变过来，让他能够把这个吸毒的事情戒掉。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感受到在主爱里的温暖，在教会里面兄弟姐妹、传道人一直向他用主的话来劝勉他，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福音，也改变了生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主的日子必要来到。虽然那个时日不确定，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主的日子来到，会像这一样；主的日子来到，会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要配备信、爱和盼望，我们要与主同活，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听到上主你的话语、你的旨意，你要我们做基督徒，不只在这个时候要准备庆祝你降生的圣诞节，更要知道准备主你来的日子，为这件事情做好。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主你再来的日子。这样的恩典是我们特有的恩典，是你所赏赐的恩典。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记住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现在请容许在我用2-3分钟来报告，因为今天我是受总会指派来到贵会请安报告有关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的事情。在这个圣诞节年终岁末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来关心这个退休牧者的这个生活，以信来相守，以爱来扶持，让教会传福音的事工能够代代相传下去，使教会在台湾这个地方能够兴旺建立起来。总会传福会从1993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20年，我们感谢主，在各位弟兄的代祷奉献之下，让这件事工能够顺利来进行。现在关顾的范围不仅包含在职退休的牧者夫妇，也扩及到已经安息牧者的儿女的教育的关怀等事工上。今年退休会传教士的奉献主日募款的目标是新台币535万元。爱慕的奉献，爱慕之友就是关爱退休传道人的这个奉献呢，目标是3000万元。希望贵会的弟兄姐妹大家为这事来关心、代祷、奉献。根据总会的通知，贵会在去年这个奉献的数工上是0元，就是说我们贵会去年没有为这件事情来奉献。但是这并不代表贵会的弟兄姐妹在信心、在爱心上输给别人。那是因为我相信是因为总会没有派人到贵会来请安、来报告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贵会弟兄姐妹的信心、爱心，并不输给别人。今天我相信你们必为这件事来加倍奉献，来弥补去年0元的这种遗憾的报告。我愿上帝借着你们加倍的奉献，来加倍祝福给你们。我简单报告教会之友有教会之友的那个奉献袋请你们就是每个月能够为这件事来奉献。今天是纪念主日，也可以在今天这个日子，大家来关心、来奉献、来代祷。以上报告，谢谢大家。